咱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咱着感谢万主的主，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感谢迄个用智慧创造天地的，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伊少年咱伫卑微的位，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拯救咱脱离咱的对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咱着感谢天顶的上帝，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咱三甲来吟圣诗，俄罗斯为着美丽的地面第19首。由咱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
请坐。咱即时要三甲来启应，今日是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我来替大家来应。来啊，咱来唱歌学了上主。要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伊统合，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各种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即时三甲来感谢，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学了你，感谢你高举妇女的位格。保守台湾的主权，你的智慧甲稳定，毋是卑贱的阮所会当测度，是何等的奥妙理性。你的智慧甲稳定，毋是卑微的阮所会当测度，互土粉般的阮，领亲像黑文山的甘露，互高大的心灵，搁再发芽丰盛。互满身是罪的记号，心中充满苦毒、阴沉、愚妄、骄傲、自满、无知，得罪上帝，却是掠做是热心的智慧。那亲像脱离马甲姜野马般的心智，亲像擦着真水的喷雾般的行为。伫你的稳定中，你用慈诚爱惜轻轻甲阮慰藉。用慈声爱语温柔劝导阮，用和顺的手段规范阮。你无重的出手，也无黄你的面发生气，只有温柔的抱牢阮，疼痛阮，教导阮，赐予阮真理的智慧，互阮无至高沉沦。亲爱的阿爸爸。纵然阮会当亲像莎士比亚文书唱出，若亲像水泉，亲像荷马般会当用诗来歌颂历史，亲像杜甫、李白吟诗作词，也是汉语冲动，无教育来学了你的万一，因为一切拢是对你来的。伫你的旨意中，阮只有讲。是啦，阿免，安静、平稳，享受伫你怀抱中的幸福甲富有，踮伫充满稳定有真理的日子内，活伫你充满神圣的同在中，这是何等的丰盛、甘甜甲奥妙啊！哈利路亚！宽平、阳光、智慧、奇妙、富有、和平。温柔、尊贵、良善、乐乐、德性、慈爱、怜悯、公义、活命、救赎，全出伫自有永有的阿爸爸，也归伫自在永在三位一体的真实。奉主耶稣圣名祈祷，阿门。
时妇女诗班要用一首喜乐的以色列卡农来带咱敬拜。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箴言31篇第10节到29节。有才德的妇人人啊，啥人会找着？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伊的丈夫信赖伊，啥物拢无欠缺。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伊找羊毛甲羊毛，甘心亲手做工。伊亲像上船对真远的所在运美牛来，天未光，伊就起来准备食物，互家内的人，将应该做的功课分配互女婢。伊找到合意的土地就买起来，用伊的手所赚的钱栽种葡萄园。伊穿衫避节，准备好势，手骨严严，通出来做工。伊所在经营会顺利有利益，伊的顶规暝点光光，伊的手提壳啊，伊的手心换篷车，伊慷慨赈济困苦人，伸手帮赞善车人，伊免为着落雪为家内的人烦恼，因为全家拢有旧衫通穿。伊为家己做水的毯仔，伊所穿的是羊毛布甲紫色布做的衫。伊的丈夫徛伫门口，城门口人人拢捌，因为伊甲本地的长老做伙坐。伊做羊毛布的衫去卖，阁卖腰带互生理人。伊用气力甲威仪做衫穿。伊想着将来的情况，就笑眯眯。伊开喙讲智慧的话，伊的子有仁慈的教示。伊熬料理家内的事，无食用饭。伊的囝困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讲，妇人人好德行的真多。
毋过你上好。我希望所有丈夫拢甲家己的太太安尼讲，这是我的觉悟，我觉悟安尼。感谢主，咱即时勇敢牧师要甲咱讨办的事是在地好毋好？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阮搁一遍来家伫你的面前，因为阮知阮的生命是对你来享受，也你有创造有男有女，互阮伫无共款的身份顶面会当看见你创造的道源。只是也恳求主你的信心来教阮众兄弟姊妹同在，通互阮有通领受的心，通听的耳孔，互讲的甲听的人同齐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仔日是妇女事工主日吼，所以大家应该这礼拜有发现，今仔日拢是姊妹在服侍，对无？吼，若讲到妇女吼，可能真侪人嘛拢会想到这篇的经言呐。吼，那你的圣经顶面有写一寡标题吼，迄个标题伊会写啥？这段会写啥？在地的妇人人对无吼？啊，有诶可能直接甲你写贤妻啦、贤妻啦吼。啊，我毋知吼，各位姊妹吼，恁有介意这段圣经材料无？有介意的，甲我点一个头。你感觉伊咧讲你的，甲我点一个头。我啊，点头的人哪会遮少啊？咱无在地啊，还。我坦白讲吼，我过去。少年啊，即摆还阁真少年啊！细汉吼，细汉毋捌代志的时阵，我足讨厌即段圣经节。是安怎？我感觉讲，哎哟，做一个查某人刣遮尔无简单呐！看即段圣经节，敢若看到真重的重担，天要袂光，就爱起来做工课。那少年人爬袂起来，要安怎？吼，搁爱无用内底，无用外口，看到后面看到即个翁咧创啥？坐伫社门口啊！我讲，哎哟，拢查某人咧无用啊，查甫人负责去泡茶，敢是？兄弟姊妹，若你的想法甲我同款，咱来定读圣经，咱来定读圣经吼。而且吼，咱咧看圣经，定定拢会受咱家己的经验来限制啊。吼，若是讲。咱过去拢用一个看待可怜心悲的眼光咧看待即段圣经节，咱就会感觉真痛苦。甚至讲，若是咱将即段圣经节当作是对咱的要求，那安尼即段圣经节有可能就会变做压迫人的工具。总是若是咱用一个人的可能性。将这段圣经节当作讲，这是互咱看见人有啥物款的可能性的时阵，那安尼咱就会发现讲，哇，这段圣经节会当开阔咱的眼界，互咱有一个梦想，一个意向，知影讲在地的人有可能会生做怎样，互咱有一个目标，通好去追求。所以咱来看卖吼，这段圣经节到底有啥物款的可能性，通互咱来对找。那讲到在地，咱头一个印象是啥货？古早时代有一句话叫做"女子无才"，吼，安尼即款的在地你袂啊无诶？吼，啊是讲你讲到在地，看即个字，你感觉讲伊是讲，佮有才能，佮爱有德行。吼，若是伫圣经内底在地即个词啊，伊所讲的是慧力、财富、能力。所以讲到一个在地的妇人人，就是讲一个亲像有军队遮尔款有大能力、有气力、有财富，伊的价值赢过保障。那安尼听起来有较吸引人无？姊妹啊，咱有想要食做有气力、有财富、有能力的查某人了无？搁来，咱来看伊有啥物款的能力吼？14节的讲，伊亲像上船对远远的所在运米娘来交款。交款，搁来咧，天还袂光，伊就起来准备食物，互家内的人。伊穿衫披杂，准备好势，手骨严硬，会当通出力做工课。伊的手提壳仔，伊的手心换篷车。伊为着伊的厝内的人，毋免为着落雪来烦恼。
因为全家拢有厚衫通穿，伊到料理家内的事无食用啊饭，所以咱通看见一个真够款内底的形象，对吧？厝内的代志拢会当看甲真好势。那安尼我毋知影，咱有介意即个形象抑无？还是你感觉袂使干那只有富人人个款内底？干那富人人个款内底敢会使？还是讲查甫人嘛有可能会当有即款的可能性，诚做在地的查甫人嘛足够款内底。过来哦。除了高款内底、高环家以外，阁有啥物款的形象？13则讲啊，伊会找杨门甲幼娃，甘心做手工。18则讲，伊所在伊经营的顺利有利益，搁伊会顶规暝点光光，表示安怎？毋若是做厝内的代志哦，伊有经营事业呢，搁真拍拼做工课呢。20则讲啊，伊为着家己做水的毯仔，伊所穿的就是幼麻布甲紫色布所做的衫，这是足好的料哦。代表伊遮的事业做甲安怎有趁，所以伊当用真好的料来做伊家己的水衫。毋若安尼，24则讲伊做幼麻布的衫去卖，阁卖腰大互生理人。16则讲伊找着合意的土地，就买起来。那你是看现代中文译本吼，你会看到搁较清楚的一个画面，就是伊有趁，伊所做的遮个物件有趁，趁到啥物程度？趁到伊会当去买地，趁到伊会当买地，互伊去栽种葡萄园。哇！所以你看见即个在地的富人人，伊毋但够款内底，搁够拼事业，够经营。会当有家己的一份工课，会当有家己的一片天呐！我毋是干那关喺厝内，我伫外口，我嘛有家己的事业，佮温困做工，佮趁甲会当做房地产。对啊，伊买土地，这毋是房地产嘛？哇！而且伊阁是甘心乐意咧做遮的工课，伊真享受伫伊做工的过程当中。那安尼，大家敢有介意即款的形象？一个独立、经济独立、有自主的女性吼，有家己的事业，毋知影大家敢有介意即款的形象？若查甫人敢有即款的形象？有嘛？真济嘛吼，嘛真济查甫人伊有家己的事业，做够拼，嘛是趁甲会当做房地产，对吧？所以即个在地的快乐，毋但会当伫女性的身上，其实伫男性嘛会当。会当够款内底，佮会当够拼事业，佮有咧，除了遮会晓做的代志，会晓做的工课，佮有啥物？在地的富人人，佮有啥物款的内涵？来看20节，讲啊，伊慷慨真济困苦人，伸手帮赞善车人。你会当看见伊毋但够趁，佮有疼心，有一个怜悯的心。有快乐的时，伊会当愿意去帮助别人。25节讲，伊用快乐甲威仪做衫穿，伊想着将来的境况，着笑眯眯。你看见伊毋但够趁，伊阁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对未来有意向、有愿望的人。伊知影家己的快乐伫倒位。知影家己的自信，知影家己的能力到倒位，所以伊会当徛好在有快乐、有威仪做衫穿。你通想象，这是一个真有自信的女性。然后伊知影伊的未来、伊的能力、伊的梦想，伊会当做到啥物款的程度？26节讲啊，伊开喙讲智慧的话，伊的嘴有真挚的假释，所以伊毋但是一个高做。阁有怜悯，阁有智慧，所讲出来的话会当造就人。所以看到这个圣经节的描写，咱通看见一个人吼，伊是安怎温困做工，真够做，厝内外口的代志，伊拢做甲真好势。然后除了安尼以外，伊阁有真水的内在，吼有美好的德行。那安尼，咱来想哦。
即种内外兼备的形象，敢只有女性才有？男性敢会使嘛安尼？男性敢嘛会当内外兼备，会当厝内的代志料理甲真好势，阁有外口的事业，然后阁有人命，阁有智慧。其实嘛拢会使嘛，敢毋是？但是咱来想哦，若是贪拄啊，遮的性经济拢变做是要求咧，会痛苦袂？你若规定讲，你每一个人，你拢爱真够款内底，爱会晓煮三顿，阁会晓摒扫，阁会晓做啥，然后你阁有家己的工课，你阁爱去上班，你阁爱搞趁食，你上好是阁爱趁到有2间厝。哇，那这变做是要求会艰苦的，足艰苦啊！吼，但是咱来想咧，现代对女性的要求，敢毋是嘛愈来愈超过？较早吼，拢会讲啊，查某人啊，着男主外女主内啊，查某人伫厝内底款好就好。但是现代的女性敢是安尼？无吼，现代的女性拢会互鼓励讲啊，你爱经济独立，你爱有家己的事业，吼啊，所以为着要鼓励女性会当有家己的事业，可以开始互你有育婴假，哦，搁会生哦，对无？搁会生，搁会趁哦。啊，但是若遮的物件拢变做是要求。坦白讲，女性的压力会大袂？会大。啊，若是你来想哦，这要求若伫查甫人身上咧，咱毋通看讲哦，这么男生都一定比较快乐，其实嘛无一定。即马现代的男性嘛，愈来愈歹做啊，刚刚有发现。咱除了期待讲，你男性爱有男子的气概哦，你要很勇猛，袂使做软只，袂使做温柔以外，你阁要求，咱拢会要求讲，男性你一定爱去食头路，一定爱去拼事业。你毋免做头家袂要紧，但是你爱甲我趁钱，敢有？你爱饲某饲囝，你某会趁嘛袂要紧，你嘛是爱会趁，会趁了后咧，哇！现代男人真的很难当。特别你若有生囝的吼，人就会讲你是毋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哦，有人知影这是啥物意思无？神队友就是吼，你伫外口爱做高谈以外，回来个安怎？爱会晓做家事，爱会晓洗碗，爱会晓揉涂骹，上好是厝内底物件，你拢会当家己恁某款甲真好势。啊，除了这以外，你若有生 baby 的，人就会问讲：啊，你当半暝啊会起来泡奶奶袂？对无？吼，若是查某人爱款哦，即摆人足要求查甫人嘛爱会晓顾囡仔，爱会晓泡奶奶，爱会晓换着珠啊。上好是哦，红个仔咧哭的时阵，你有法度随家己骗哦点，人就会讲：哇，你是神队友呢！毋知影呐，咱拢要求所有的男性嘛爱生做即个款，咱遮的兄弟，咱会感觉压力足大袂？那咱伫网络顶面看，咱会看见吼，定有即种的论战呐吼，论战讲啊，即个查某人是毋是好太太，是毋是好媳妇，啊是毋是好大家？哦，即马大家嘛会互人批评哦，定会跑去网络顶面骂哦。啊，妹妹会阁讲啊，咱兜迄个查甫人无啥路用啊，袂晓甲新妇甲大家之间做一个协调吼，排解一下。哇，查甫人压力嘛足大呢，旁向讲话拢毋是呢，凊彩拢会互人骂呢。那咱拢将遮个美好的形象当作是要求的时阵，每一个人拢会真痛苦。但是若是咱甲看做讲，即个经文是互咱看见讲，每一个人伊拢有侪的可能性的事。迄个感受就无共款。对过去的女性来讲，你爱乖乖啊踮咧内底，吼，尤其是伫华人的文化内底吼，我若爱看古装剧，定会安尼讲，你查某人毋通去抛头露面，毋通伫外口安尼玲珑色，吼。有一出戏我感觉嘛足好看，叫做我想袂记。讲一个寡妇，伊足够做生理的故事吼，好像那年花好月正圆的款啊吼，迄出戏嘛足好看啊，但是就是迄个女主角，伊伫咧外口咧学做生理的时阵，大家拢甲骂。你一个查人，较会当伫外口，
那若是咱也种这规定讲，你爱干那会熬款内底，袂使去拼家己的事业，对遐即种有能力的人来讲，伊就会真痛苦。但是咱若甲遮个圣经转变做讲，即个查某人有济的可能性，伊会当毋若干那熬款内底，伊嘛有可能会当有家己的事业，伊嘛有可能会当伫外口有一番的作为。哇！安尼对一寡查某人来讲，伊就看见一个愿望。原来我毋若会当安尼，原来我毋若会当做厝内的代志，原来我嘛会当有可能成做一个有才调的人。然后，原来咱嘛有可能开喙，毋是干那互人嫌，原来咱嘛有可能开喙，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原来咱有可能成做手头有能力的人，毋若是祝福家己的家庭，咱嘛有才调去祝福别人。所以咱咧看遮个圣经，才毋通将伊当做讲，这是规定，这是要求来压迫别人，来要求别人。反倒当咱甲伊看做是一个意向，一个目标，一个梦想，咱当鼓励咱身躯边的姊妹，甚至是鼓励咱的兄弟。咱有可能，咱有一个希望，咱会当成做内外拢做好的人。然后我伫即段圣经在内底，毋若看到讲查某人甲查甫人拢有即种的可能性，我嘛看到一个真特别的图像吼。看23节，23节讲啊，伊的丈夫伫城门口，人人拢捌伊，因为伊甲本地的长老做伙坐。伊早少年啊，小朋友毋捌代志，看到即节，我伊早做受气。我讲头拢放互某，但仔无用啊，翁仔走去城门口，含人咧泡茶。哦，咱即嘛毋是即个意思吼。城门口啊，是迄阵做生意甲讲代志的所在。吼，你毋若伫遐做生意，若是你甲人有啥物纠纷，有啥物问题，有啥物争吵的代志的时阵。会当伫迄个城门口，甲本地的长老请因来判断。简单讲，那是简易法庭啦。啊，啥物人会当去判断公众的代志？毋得爱有名望的人，爱有地位的人，爱有说服力的人。啊，凊彩路边叫一个人，你要叫伊来判断代志，人会好吗？袂嘛。所以代表讲，即个翁婿。伊毋是用无代志食软饭，伊是有伊一定的地位，社会地位，人足敬重伊。安尼代表即个查甫人，伊嘛是有家己的事业也好，也是家己的发展也好，所以好到一个程度，人愿意信任伊，愿意互伊甲遐个长老做伙坐伫城门口来判断公事。哇！所以这是毋是一个成功的查甫人？是哦，若是咱的翁，各位姊妹，若是咱的翁，伊伫外口会当替人排解代志，人拢真敬重伊。咱的翁是毋是一个真有才调的人？是嘛？大家看伊会起嘛？大家愿意尊重伊的判断嘛？所以一个成功的查甫人吼，咱拢来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一定爱伫背后吗？咱来看这个圣经在咯。咱来看这段，我有看见讲，哇，这个成功的查甫人，查甫人毋是徛伫背后呢。这个查甫人是徛伫伊的边啊，伊嘛有家己的事业，伊嘛有家己的工课，伊嘛有家己会当发展的所在，所以。毋是讲即个查甫人坐伫即个查甫人的背后嘛，毋是，伊有伊家己的一片天。我们是并肩作战，阮是平平徛做伙。查甫人有伊家己的一份的工课，查甫人有伊家己发展的所在，然后咧，因牵手相当行。所以毋是谁要在谁的背后，反正是两个人徛做伙。彼此扶持，然后咧做伙成长，做伙受到人的敬重，做伙受到人的娱乐。哇！那安尼来看的时阵，咱会常常感觉这段圣经才足水的，敢毋是？吼！
阮翁毋免一直依赖我，也是我嘛毋免一直依赖阮翁。阮是互相扶持，阮是并肩作战，阮是徛做伙。阮毋是秘伫任何一个人的脚趾片后壁，阮是做伙徛做伙，互众人看见阮有共款的才能，伫无共款的所在有真好的发展。安尼减无水嘛？那安尼，咱必须爱问哦，一个人要安怎互伊成做有才德的人？咱差不多讲嘛吼。若规定讲你爱成做即款有才德、有能力的人，会真痛苦。那安尼要安怎帮助一个人成做有才德的人？我伫即段圣经节内底，我看见一个真重要的动力。就是重要的人，啥物叫做重要的人？譬如讲，若对翁仔某来讲，伊的翁还是伊的某，就是伊重要的人啊，敢毋是？啊，若是单身的人，啥物人会对伊来讲是重要的人？可能是伊的爸母啊，伊的兄弟姊妹啊，还是伫这一生当中某一个影响伊真亲的人。即款重要的人会当成做一个人成长的动力。咱来看11节。11节讲啊，伊的丈夫信赖伊，啥物拢无欠缺。所以你看，即个丈夫对即个在地的妇人人，伊的态度是信任。我知影你有即种的困难，我也鼓励你去。你毋免秘伫我后壁，我鼓励你去。我信任你，你会当有真好的发展，会当有你发挥的空间。有遮重要的人的支持甲信任，就会当互一个人会当勇敢承担起来，甚至会当开始发展上帝伫伊心上创造遐的能力，会当开始发挥出来。28节讲啊，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伊的丈夫甲伊的囝儿是毋是对伊来讲是重要的人？所以重要的人的信任、甲称赞，会当互一个人哪做哪好。其实这个道理吼，足简单啊！咱来看囡仔就好吼。若是咱甲咱的囡仔规定讲，来食饭饱去洗碗，有的囡仔会伫遐去配面袂？有的会哦。迄洗碗机足方便的，是安怎爱着我去洗？爸爸妈妈会晓洗，是安怎着爱我去洗？但是伫我家己的两个细囝身上吼，我换一个方式，信任伊、肯定伊、鼓励伊，效果就无共。我甲阮囝讲哦，我感觉你愈来愈大汉啊呢，你有够悬啊呢，你会当摸会着迄个水道头，你会当摸会着遐个水槽，我感觉你会当去洗碗呢，你要洗看卖无？我甲伊讲，我遮细汉的摸会得去啊。我讲，我感觉你大汉啊，我感觉你有气力啦，我感觉你做会到，来试看卖。哇！自迄阵开始，伊就开始会晓去洗碗哦。所以呢，即摆下早食饭食了，因就家己我讲，哇！我感觉恁大汉啊，碗洗甲足清气的吼，啊，遮的碗就拜托恁洗哦，好，啊，就去啊。是毋是？咱人就是安尼嘛，你得到你重要的人的信任甲鼓励，代志就会愈做愈好，敢毋是？吼，所以咱人看见讲，咱若是干那要求，会足痛苦。但是咱若伫即个人甲人重要的人之间，咱安尼肯定甲支持，咱就会当有迄个动力，愿意为着听的缘故，愿意做较济，甚至愿意去学习本来袂晓做的代志。啊，本来会晓做的代志，伫安尼彼此鼓励下面，就会哪来哪好，哪来哪显现。啊，这一切的在地的可能性，甲这的动力，其实啊，上起头的源头就是对上帝来，敢毋是？一个在地的妇人人，伊是安怎会当有灵敏、有智慧，甚至会当有一份家己的需要？敢毋是上帝伫一开始创造的时阵，就将这的能力下伫伊的身上吗？敢毋是一开始上帝就甲一切的能力、美善的特质，拢下伫咱的身上？然后通过咱的成长，通过咱身躯比较重要的人支持、肯定，像迄个打磨遐个
宝石共款，一开始安尼看起来无啥货，但是通过身躯边的人安尼甲你鼓励，安尼甲你激励，甲你肯定，甲你支持，然后你就像迄宝石经过雕塑之后，伊就会愈来愈光啊！啊，上帝就是安尼来听咱啊！伊早就将遮个美好的特质，下伫咱每一人的生命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上帝早就将遮个内外兼备的能力，甲遮个特质，拢下伫咱生命当中。也因为上帝听咱甲信心的引带，互咱偷偷去认捌家己讲哦，原来我有可能成做即种内外拢兼备的人，原来我有可能去怜悯人，原来我也有智慧会当帮助人，原来我也有气力会当成做有才德的人。伫即个听内底，上帝佮通过咱彼此扶持，彼此肯定。互咱会当彼此三结连，同齐发出上帝美好的形象啊！啊，这毋若是翁仔某安尼，也是讲爸仔囝安尼。其实咱教会同齐做伙的时阵，敢嘛毋是安尼。就是咱同齐斗阵的时阵，咱去学习去看讲，上帝到底创造咱每一个人，将什么款上帝美好的形象下伫即个人身躯顶。然后咱鼓励伊，家发出来，敢毋是？当众人看见讲咱做伙的时阵，会当安尼彼此相挺，彼此扶持，将遮个美好的美善、遮个美德拢家发出来，人就会看见讲哇，恁无共款的，是安怎会遮尔水？就是因为咱有上帝的形象啊！昨昏伫敬拜团吼，阮咧灵修的时阵。有问一个真好的问题，我问讲是安怎伫真言的上尾一段，常常要下一段来学了妇人人的诗，有啥物意义啊？绝对毋是为着要互咱伫妇女主日的时阵有物件通讲吼。咱会想啊，圣经是咧启示关系上帝的代志，敢毋是？规本圣经拢咧启示咱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上帝的形象是啥物款的上帝。所以，若代表讲啊，若将遮在地妇人人摕掉，上帝的形象就无完全。上帝的形象也包括即个在地妇人人的描写啦。啊，咱每一个人拢是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的，敢毋是？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嘛有即个在地妇人人的形象伫咱内底啊。啊，咱就是爱通过彼此来服侍，彼此来鼓励，彼此来肯定，互咱每一个人内在即个水的形象会当发出光来。当咱做伙鼓励、肯定彼此，将上帝即个美好的形象发出来的时阵，咱就是咧荣光上帝啦，咱就是咧见证上帝啊。所以这段圣经才互咱看见一个可能性，讲咱毋是干那爱有一个很阳刚的气质、真高拍拼的气质，其实嘛，即个妇人人，即种在地妇人人的形象，嘛是上帝形象的一部分。而且，即个形象嘛会当下伫每一个人身躯顶，然后将咱家己发出来的时阵，咱嘛是咧见证上帝的水，见证上帝的荣光啊！那安尼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看即段圣经，咱会当来想想吼，我敢有可能也成做即种内外兼备的人？啊！我伫我这重要的人身躯边，无论这个人是你的翁、你的某、你的囝，还是你的爸母，咱敢会当伫伊的心上看见上帝，伊也有即个在地的好形象。咱敢会当伫人的身躯顶看见上帝的水，还是咱敢会当帮助伊将上帝的水发出来，将上帝迄个光甲伊发出来？愿咱拢会当带着上帝创造想事，互咱即个美好的形象，同齐扶持，帮助彼此，去将即个上帝的光发出来。通过咱彼此相挺、彼此扶持、彼此激励，
发出上帝光的是，人毋若要看见咱是主的学生，人阁要伫咱的身躯顶看见上帝的荣光。愿上帝的荣光、上帝美善的形象，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心上，拢会当显明出来。愿上帝也祝福伫每一个听伊的话、阁去行的人。咱同齐来祈祷。听阮的主，创造阮的主，阮阁一遍来甲伫你的面前，阮要向你献上乐乐，献上感恩，因为阮知阮的受造是奇妙、通敬畏的。阮知你已经将美好的形象下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你将你的形象来创造阮，互阮每一个人会当来发出上帝你的荣光，愿向你献上感谢。总是主，你也知，阮家己一个人无法度来完成即项的任务，阮需要通过彼此相听、彼此肯定、彼此鼓励，来看见阮众人家己心中的水，也帮助众人会当发出你的荣光。愿主你帮助阮，通互阮学习怎样来欣赏彼此，也怎样来扶持彼此，通互阮会当同齐伫遮显明主你的荣光。世界人见证，有主你的听，甲阮相同行，阮就会当发出无共款美善的特质，互人看见阮，就看见上帝你美好的形象；看见阮来相听，就看见上帝你美好的见证伫这个所在。愿你大大使阮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互阮带着你的疼痛，发出你的荣光。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即时来吟圣诗520首，至圣的天父，求你压落听。请妇女团契共圣管会长来做妇女事工主日报告。
牧师主内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阮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伫遮代表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向大家请安甲致谢。感谢大家对中会甲总会妇女事工的支持、带导甲鼓励。因为有咱教会众兄弟的参与，所有的事工才会当顺利来进行。也借着事工纪念主日，伫逐项服侍的安排，训练咱妇女成做福音的精兵，为主所用。咱伫2023年本教会的妇女团契的组织，客友有115位。阮分做8组，每一组拢有2位组长来负责关心联络各客友。对今年2024年妇女团契，为着要互搁较侪伫上班有伫上班年轻的妇女会当参加团契，所以阮将聚会的时间改到每礼拜六的下早起，上午9点加9点50是阮固定的聚会。内容阮有圣经的信息，阮有专题演讲，阮有见证的分享，有医学的常识、健康讲座，阮分组带导、手作的课程等等，真丰富吼。9点50到10点半，阮有诗班的练习。妇女诗班伫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甲有第5主日的礼拜中，阮有献诗。会友的婚礼、丧礼，阮负责献诗，也配合教会的节庆献诗，甲逐项事工的活动。伫每周的聚会，阮会互姊妹会当对教会有归属感，享受着团契的生活，并感受着稳定甲喜乐。对年纪较大无法度来聚会的客友，阮有关怀、探访甲带导。同时团契，同时阮也积极邀请未信主的姊妹会当来参加阮的聚会。进一步，阮有做传福音的事工。搁一摆，我邀请甲期待教会也未参加妇女团契的姊妹会当做伙来参与阮妇女的事工甲聚会。接续咱用一段影片来看咱妇女团契的聚会甲活动，多谢。曲折着我也不在乎。
咱来看温州的金句，我读一遍。伊的手所做的成果，着甲伊肯定。伊所做的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娱乐，得到称赞。箴言31篇31节，请咱大家坐念。上映咱三甲内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听起立。大仁爱，应将你心来，主的名。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的疼为是求，甲你应同在，我主应该变着你。宽待你，做是心保守你对之心，到永世代。咱在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德、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感动甲扶持，互恁众人彼此相订，共同扶持，发出上帝的荣光，见证上帝的圣尊名，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